大家好，歡迎收看 Grandmoras 桑組嘅品牌介紹。我哋係一個專注於桑葚健康產品嘅高端品牌，核心產品線包括桑葚果汁、果漿同精選乾果系列。品牌理念，我哋創立桑組嘅初心係希望將天然純正嘅桑葚產品帶入現代都市生活。每個環節我哋都堅持兩個原則：優質原料同專業製程，確保每件產品都達到安全、美味、零添加嘅嚴格標準。核心優勢，我哋嘅獨特之處在於融合傳統智慧與現代創新，堅持手摘採收確保果實品質，獨家配搭沙棘、西梅等超級食材，富含抗氧化成分同天然營養素，經科學驗證，有助增強免疫力同促進肌膚健康。目標客群，我哋嘅產品特別針對注重生活品質嘅都市精英，包括追求健康管理嘅專業人士、講究天然飲食嘅家庭、注重養生嘅品味消費者。市場驗證，喺多次企業展同大型博覽中，我哋獲得極佳反響。其中一位客戶嘅評價正好反映市場需求。一直喺香港都揾唔到高質素桑葚產品，直到遇到你哋。Grandmoras 桑組唔單止係一個品牌，更係一份對健康生活嘅承諾。多謝收看。